係各位傳媒，我係新界北高級警司刑事鍾麗儀。而喺今次引致重大嘅傷亡嘅事故入邊咧，呢5級嘅火災，新界北總區重案組亦都即時係展開咗調查。而根據消防處喺進行滅火同埋搜救嘅過程之中咧，係發現建築物喺嘅外牆係有一啲安裝咗嘅保護膜啦、防水帆布、塑膠布，係懷疑咧係未符合呢個防火嘅標準嘅。咁而我哋警方喺現場進行調查，發現一棟係未波及嘅大廈，喺裡面每一層嘅電梯大堂嘅窗出邊咧，係發現有啲發泡膠嘅包封嘅。我諗大家都知道發泡膠係一啲非常易燃嘅物品，係有機會加速呢個火勢嘅蔓延嘅。而我哋亦都唔排除呢啲發泡膠係導致今次火警迅速蔓延嘅原因。而經警方嘅初步調查，我哋喺窗外發現呢啲發泡膠係由一間建築工程公司喺呢個大廈係進行呢個維修工程嘅安裝嘅。而我哋警方有理由相信有關工程公司嘅負責人嚴重疏忽，引致到今次嘅意外，亦都引致呢個火勢咧係迅速蔓延，一發不可收拾，導致一個重大嘅傷亡。而警方係鎖定咗工程公司呢3名嘅負責人，佢哋分別係呢個工程公司嘅2名董事、1名工程嘅顧問。而喺較早前大概凌晨2點，我哋分別喺大埔、牛頭角、新蒲崗拘捕咗3名本地嘅男子，涉嫌誤殺，而年齡係介乎52至到68歲嘅，而佢哋係仍然係俾警方扣留進行調查。而警方喺處理遇難者遺體嘅工作咧，係仍然咁積極進行之中嘅。我哋會聯同法醫科盡快去處理同埋安排親屬進行遺體嘅辨認程序。好，咁當完成拯救嘅行動咧，我哋警方亦都聯同消防處、政府化驗所、法醫科相關嘅部門咧，係盡快進行呢個搜證同埋調查。而警方重申，我哋係極度重視今次嘅火災，我哋會動員最大嘅資源協助拯救同埋進行全方位嘅調查，盡快揾出起火嘅原因。而喺呢度，我想做出一個警方嘅呼籲，如果有任何人係向我哋警方提供有關今次火警嘅消息，可以聯絡我哋新界北總區重案組24小時嘅熱線電話，電話係55660087，55660087，唔該。